大家好，我係 Alice， 今次會介紹長沙灣嘅新樓盤 Belgravia Place 嘅一房設計，實用面積係264尺。呢個單位係一對新婚夫婦居住，佢哋中意中式調，希望屋企簡約得嚟又可以有質感。為咗要滿足戶主嘅要求，我喺發展商嘅基礎設計上加入咗美拉德嘅色系嚟點綴，貫徹成個單位，可以打造一個低調質感嘅甜蜜家居。喺玄關入門口嘅位置設置鞋櫃，結合咗玻璃嘅屏風，係界定咗客廳同埋玄關嘅位置，避免咗開門可以直接見到客廳嘅尷尬。鞋櫃底部凌空，可以擺放成日着嘅鞋。櫃體中間留空做置物平台，可以方便戶主擺佢嘅隨身物品，加入線條細節，豐富視覺效果。櫃體要淺米色作為主色，配搭玻璃櫃門同滲光，大大減輕壓迫感。屏風選用特色紋理玻璃，增加美感同私隱度。喺客廳梳化背加入咗特色牆身，運用咗燈光嘅效果，令到原本單調嘅牆面更加有吸引力。設置層板，增加梳化背牆嘅功能性，運用茶鏡同埋雲石嘅飾面，展現輕且質感。圓弧設計製造柔和感，令人更加舒適同放鬆。珊瑚式梳化作為點綴，提亮空間。由於空間有限 ，TV 櫃需要偷位融入睡房。設計採用雙面櫃形式，面向客廳嗰邊凹入少少深度嚟掛電視機，下面做櫃桶，後面剩餘個空間作為儲物位，供睡房嗰邊使用。櫃底凌空加入滲光，增加輕盈感。簡約線條嘅設計增加視覺層次。TV 櫃設置喺趟門嘅後方，唔會阻礙露台出入。喺睡房利用高樓底嘅優勢，打造閣樓睡眠區，下面係一個衣櫃同埋書台嘅空間，五臟俱全，生活空間舒適實用。深淺美拉德色系配搭，提升趣味。玻璃衣櫃門令輕盈感加倍，空格減輕櫃體壓迫感。閣樓底加設照明燈同埋 LED 燈帶，確保充足光源。大面積使用淺色調，避免空間顯得陰暗。通往閣樓嘅樓梯可以儲物，圓弧設計令空間柔和美觀，可以達到放鬆嘅氛圍。閣樓欄杆加入條子玻璃，帶出朦朧美感，同時增添私隱度。床頭空格可以放置小物品。想打造一個有質感嘅家居，唔使大張旗鼓，只要揀啱色彩同埋材質就可以啦。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呢個設計呢？如果有任何嘅問題或者建議，歡迎留言俾我。最後記得訂閱、share 同 like啊！下次見，拜拜。